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我毋知顶礼拜、无礼拜，大家有少了咱第一堂个礼拜无？有啊。牧师顶礼拜咧列岛吼，甲遐个兄弟姊妹同心敬拜。我嘛提起讲咱第二堂个兄弟姊妹，咱每礼拜个周报拢有特别为着列岛即个教会来做守望个祈祷我毋知未来是毋是有即款的恩典咱第一堂兄弟姊妹有机会去到列岛会当来为咱过去一直为即个列岛的事工所关怀的教会会当有安尼相共的交陪甲敬拜咱今日咱要通过咱教会经文的进度伫马太福音17章拄则苏慧李老师带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当中咱要来同齐来思想一个题目耶稣伊登山变相的一个即个经历记得咱顶礼拜也讲到16章迄个所在耶稣有甲咱讲咱每一位要跟对耶稣的人，咱应该有安怎的一个认识，甲安怎的一个心志。叫咱每一位要愿意来跟对耶稣的门徒，咱每个人拢会当得到主耶稣伊对咱的意爱咱顶礼拜有讲到讲爱写记派十字架来跟对伊伫顶礼拜经文的上尾上尾马太福音即个28章即个所在有讲到讲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的也未死以前呢，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这是顶礼拜经文后壁耶稣讲到一句话，讲人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有人啦，什么人呢？咱伫今日经文当中会讲到遮的人有看到一个主耶稣伊改变形象的阳光伫即个马太福音除外呢，伫这路加的福音有讲到同款即段经文，伊讲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的也未死以前会安怎看见上帝国，看见上帝国，会看见人子做王来临，甲看见上帝国是啥物意思咱搁看另外一段经文，同款伫马可福音第9章的第1节即个所在，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的也未死以前，会看见上帝国已经充满大能力来临。这本来是未来的代志，但是耶稣伊嘛还未完成伊钉十字架即个救恩，却是耶稣甲伊的门徒讲要缀伊的人爱写记，爱派十字架来跟对伊。恁遮人当中有一寡人，有的人会看见上帝的阳光啦，耶稣伊做王来临，迄个时阵，伊迄阳光的形象会看见上帝国降临的时阵，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面形免甲迄个时阵16章讲煞17章，耶稣就咱拄所读的经文就讲，耶稣伊就带着门徒即段经文伊就带着门徒呢其中的3个人就上山去。咱来看这3个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耶稣伊登山变相呢伫这第1节17章的第1节安尼讲6日后6日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呢加达因家己爬上一座即个悬山6日后是安怎算呢？6日后是你该撒腓立比，耶稣问讲，众人拢讲我是谁？我是谁？问题是耶稣问讲，恁遮的门徒，我的门徒，恁认为我是啥人？彼得甲耶稣应讲你是上帝囝你是基督耶稣就了解讲，遮门徒认捌伊所以伊就甲伊教示我拄仔讲的，恁既然要跟对我，恁每个人都爱看无家己写记。爱派十字架来对我，了后才有进入这个17章这个所在。6天以后，对腓立比
即个凯撒利亚迄个所在，行啊行来到即个山顶即个所在，则讲一座悬山。即座悬山呢，有人讲是乌门山，但是有诶即个解经学者讲，毋是乌门山，讲是塔壁山。不管倒一粒山，毋是今日要讲诶重点。咱今日要讲诶重点，讲经过6天以后，耶稣为虾米伫遮门徒中间特别挑选即3个人来对伊去上山去呢？到底是要创啥物代志呢？咱来思想，伊带遮个人上山去，是要创啥物代志？为虾米特别带即3个人？咱了解即个耶稣定定带因即3个人，就是甲耶稣足亲近的12个门徒当中的其中的即3个上内位的即3个，耶稣要定实日个进前，特别带因上山去，到底是要创啥物？咱来看，伫即个路加福音同款的经文有讲到讲。遮个话讲了，差不多8天后，拄仔遐是6天，遮比讲8天，敢若差2天是为虾米伊讲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甲即个雅各上山去创啥物？圣经遮讲去创啥？去祈祷。耶稣安怎事工无闲？伊有一件代志绝对袂去无去。咱逐工安怎无闲3顿？安怎拍拼，咱嘛爱为了3顿到巴肚，甲来讲枵巴肚枵爱食饭。但是除了食饭以后，耶稣嘛讲过嘛伊特别伊受即个魔鬼试探的时阵讲人活着毋是干那为着啥物？毋是为着食米啦，毋是为着面包啦是为着啥？为着上帝的话咱爱有上帝的话咱爱常常来亲近上帝。所以呢，耶稣即时带门徒是去祈祷，去祈祷。去祈祷，咱拄仔讲，头前马太是6天，遮咱系8天即有人写咱人偏偏一件代志，共款一件代志，有人写咱的即个思想的角度啦，你的看法啦，你会认为无啥共款，有一寡出入，对毋对？6天甲8天的差别是安尼啦我讲你即个凯撒菲律宾迄个所在甲即个上山祈祷是经过6天但是路加伊是甲离凯撒菲律宾迄天算入去，搁即个爬山即天嘛算入去，前后加入去就变成啥？6天加前后2天就变8天，迄算法无共款啦算法无共款。无论安怎，这嘛是重点。重点我拄仔讲。是要带因遮门徒上山去做一件代志，是祈祷祈祷的当中就发生咱拄仔讲的即个今日的题目，耶稣伊就改变伊的形象咱来看第即个，我拄讲去祈祷中间即个奇妙的代志发生所以呢，耶稣伊登山变相讲第20讲伫因的面前，就你查即个3个门徒的面头前呢，耶稣伊的形象改变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伊的衫呢变甲亲像光遐尔白，不管是伊穿还是本人，就是遮尔充满阳光即个阳光有人讲敢若日头，但是日头无通要甲伊即个比啦，即个光比日头的光搁较光啦虽然伊的形容是敢若亲像日头。但是迄个光因为圣经嘛讲，伊是不只是光，伊是真光，真正的光遮尔阳光，实在咱无法度去体会讲，到底这种阳光是啥物款的阳光但是诚讲耶稣伊改变形象，遮尔奇妙敢若拍电影戏剧化的即个转变，我拄仔讲是伫祈祷当中。显明的显明的耶稣伊用安尼，就是要以即个弥赛亚的身份来展现、来显现，或者门徒会当甲伊分享将来属天的即个时阵，咱的主伊的本色就是安尼，因为伊原底是伫
高天的宝座做王，但是伊道成肉体来到人世间，出世伫即个马槽，遮尔啊卑微的一个目睭的囝，耶稣，众人看伊无，但是耶稣伊实实在在就是遮尔啊荣光，吼！啊，即个形象就是我拄仔讲，伊将来要来降临的时阵，第二届主搁再来的时阵，伊真真正正的即个形象，伫即届的爬山的当中，伫祈祷的当中，主耶稣特别向即三个伊所上意爱的门徒来显明，吼！所以耶稣的形象，我拄仔讲改变，实际上袂使讲是改变，实际上应该讲是啥物？伊的恢复啊！伊本底就是安尼嘛，所以恢复伊原来的形象，我拄仔讲充满荣光，吼，充满主的能力甲伊的性格，吼，而即个本质呢，显互即个三个门徒，互伊去看见，吼，感受。所以主耶稣，我拄仔讲，为什么要向遮个门徒，要受咱进前特别挑选因即三个人，互因即三个人去看见。看见主耶稣伊的荣光呢，我拄仔讲，就是要互因搁再一次，互因了解，互因确实会当来知影主因嘴所讲的，彼得所讲的，你是基督，你是上帝囝，即件代志，互因的目睭亲目看见，吼，就是互因知影讲，因所跟对即个老师。就是真真正正的弥赛亚。为什么？因为我拄仔讲，不只是安尼，甲耶稣最后被了，因嘛是搁迷迷糊糊呢。所以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要互因知影，所以有互因爱即款的一个经历。即款的经历对即三个门徒后来因的服侍，因后半世人产生真重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毋是马上，吼，咱后来连下去看吼。所以，你即个耶稣改变形象，伊的面敢若日头遮尔啊发光，伊的衫变甲足光安尼，遮尔啊白的时阵呢，吼，忽然间啊，吼，忽然间，安怎有摩西，吼，啊，搁有以利亚，即两个具有足代表性的人，吼。摩西代表上帝的律法，哦，上帝伫旧约当中通过摩西叫以色列人爱听上帝的话，哦，所以摩西代表上帝的律法，嘛使讲是代表旧约迄本圣经，以及以利亚就是代表旧约足侪的先知的一个代表，哦，上帝代言人啊，因即两个人啊。吼，对因显现，吼，就是对即三个门徒，不止耶稣有迄荣光的改变，啊，搁有摩西出现，以利亚出现，吼，啊，即两个人出现，你同样，你甲耶稣同样讲话啦，你甲耶稣讲话，吼，啊，讲啥物内容呢？讲啥物内容则无讲啦，吼，但是呢，你另外吼，即个路加福音第9章31节啊。有记到讲啊，因到底是咧谈论什么代志？吼，咱来看吼。你讲第9章31节讲啊，因就是摩西、以利亚，后甲耶稣因啊，伫即个荣光耶稣的荣光的当中出现当中啊，谈论耶稣什么？特别吼，伫耶路撒冷死来完成使命的代志，吼。因讲的代志是耶稣伊要完成伊使命的代志，吼。我拄仔讲，耶稣伊最后一个伫个耶路撒冷，为咱世间人定死伫十字架，伊必须通过即个十字架苦难，吼，受苦，但是最后伊阁活，充满伊的荣光，吼。所以因讲的即个主题就是讲耶稣。来到人世间，要完成为咱世间人救恩的即件代志，就是要完成伊的使命的即件代志。哦，但是门徒看到耶稣改变形象的荣光，看到摩西甲以利亚的反应是啥物？咱来看下骹的经文。下骹的经文，已经跳到遐个哦。
第40节，彼得对耶稣讲啥？讲主啊，咱伫遮真好，咱伫遮真好。哦，彼得互即个遮尔奇妙的即个经历吸引啦。我昨昏啊，带咱环堂的兄弟姊妹做道会兄弟姊妹吼，一台游览车，还佫有一寡人开车吼，早起去净滩活动吼，去捡粪扫，下晡去参访一间教会，叫做淡水的淡江教会，吼，因前2-3年、3-4年前吼，恁迄个沙仑迄个所在吼，去做一站敢若九站的吼，一栋敢若9站的教会吼，其中吼因有大会堂啦，嘛有，但是因嘛有迄个敢若专属和儿童的教会啊，嘛有专属青年的教会吼，当然嘛有大人的教会。其中青年的教会，我有翕相啦。青年的教会国语叫做灯光美气氛佳啦，五彩绿色，书很有够去啦吼。因遐伫备办今日要礼拜，也是昨要礼拜，因咧同工踮咧遐咧祈祷，我甲因翕过，哇，足五彩缤纷的啦。牧师想讲，系咱华因堂的少年看到这是咪会吸引去无爱转来我毋知啦。结果师傅有转来，今日帮忙视频啦。加载，但是彼得毋是安尼呢，彼得伫山顶看到讲，哇，咱的主遮尔阳光，哇，真好，离遮真好。伊要创啥物？伊甲耶稣讲，你若要我伫遮吼。搭3间寮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即个以利亚，因为当时即个犹太人的即个住棚节即要到因若每年你过即个节日阵因会去思想讲因的上帝带领因离开埃及要进入即个迦南，进前中间有40年，离即个旷野，伊带啥物？带这个帐篷要哪讲？帐被，带帐被安尼因迄过节爱带7天呢，带帐被带7天所以呢，过节要到彼得想讲，安尼无咱就伫山顶来带帐被3间寮互主耶稣带后即个摩西甲即个以利亚带敢若踮遐带了，莫走伊安尼感觉即个时阵实在是遮尔赞，遮尔好，遮尔美好所以呢，伊就甲耶稣安尼讲但是彼得竟然对即个异象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甲即个对即个代志失去焦点伊甲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拢当作同款的伟人安尼啦伊却无了解讲耶稣是独一的上帝即个摩西甲以利亚只不过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但是伊甲即3个人拢当作是伟大的人物互因3个咱台湾人有一讲咧去拜讲三仙老公飘安尼道教嘛安尼三仙基督教遮嘛三仙安尼但是基督教即3仙无正确啦无正确，但是彼得伫当时就安尼认为所以呢3间寮呢要互因安尼带落来，伊受选嘛带落来第5站呢第5站就是彼得你讲遮个代志，你讲即款话的时阵忽然有一片的即个灿烂的云甲因搭地有声音就对云安尼出来讲啥讲即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恁着听从伊所以为什么彼得安尼想安尼讲的时阵，为什么天顶有声音落来呢？讲即句话呢？哇，即句话其实伫福音书内底，天父上帝对主咱的耶稣，你有3届的时阵特别讲差不多即款的话出来。第一届大家有印象，伫啥物时阵无？
耶稣受洗礼的时阵，对毋对？耶稣受洗礼的时阵，就安尼一个即个话语啊，就是伫即个马太福音3章17节，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阵呢，只讲啊，对天，佮对天有声音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真意啊，甲咱拄仔讲的有差不多无？所以第2届就是咱即马即个时阵，第3届意思差不多，但是毋是安尼讲啦，就是意思差不多是啥物时阵？你敢知？就是耶稣啊，伊要进耶路撒冷，要骑驴啊，要去避难受难，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伫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伊甲天父上帝安尼祈祷讲：爸啊，愿你荣光你的名。当伊安尼讲煞呢，共款天顶留声音落来讲啊，我已经荣光我的名要搁再来荣光。所以所有的荣光其实就伫耶稣的心上。天父上帝的独生囝，道成肉体来到咱世间。为了疼世间人，为咱完成的救恩，所以你行你即个所在，第2遍，天顶有话安尼讲，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的儿女，你是毋是盼望有一天，咱会当得到上帝安尼来讲，哇，你实在是我所意爱的囝，因为咱敬畏伊，咱爱慕伊。咱来服侍伊，咱今日通过耶稣，伊安尼经历，彼得搞不清楚的情况内底，所以呢，天父上帝伫这时阵发声，互彼得莫搁安尼迷迷糊糊失去焦点，重点应该是啥物所在？重点应该伫啥物所在？咱搁继续来看，继续来看，拄则讲到代，心跳伤紧。第6节，我拄仔讲，门徒听到声音了后呢，一个听到就趴落去啊，即种代志，伊看见目睭是看见耶稣的荣光对无？因拄仔即马这是耳孔，听到天顶的声落来，因的感受是。非常的惊吓，我想一般人拢是安尼啦，虽然咱常常讲咱想要去经历上帝，去经历一寡神迹，但是有真正讲即种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往往是安怎？是足欢喜，还是足惊吓？圣经咱看见真侪即种特别代志发生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大部分人拢表现的拢是啥？拢是惊吓，无讲足欢喜，已经今日互我拄着啊！绝对毋是安尼啊！因一个人嘛是共款不止非常惊吓所以呢，耶稣就行去因的面前甲因摸头，甲因摸讲免惊啦，起来免惊耶稣甲因安慰所以呢，因安尼抬头一目看，哇，佫看3个人摩西无去啊，以利亚嘛无去啊，本地因就无伫遐啦这个阵因抬头佫看，哇，敢若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以外无别人，所以这件代志互咱思想啥物？思想就讲咱应该有正确的焦点，特别在咱的信仰当中，咱按对目，焦点就是耶稣。有当时咱伫信仰当中，尤其徛讲台的牧者，也是咱认为听到一寡真好的道，咱甲迄个人当作啥物？哇，伊足属灵的对无？伊足敖讲的对无？伊足有能力的对无？有当时咱袂记得伊背后，伊内底迄个主耶稣，咱的上帝。所以咱伫生活当中，有当时咱拄着一寡代志，拄着一寡帮赞，不管是得着人的帮赞，还是啥物事情的帮赞，咱毋通袂记讲，这背后拢是上帝的帮赞。通过
遐个人、遐个代志来帮咱了咱。所以咱一切拢安怎？爱归荣光给上帝。吼、所以诗篇29篇嘛有讲，咱爱甲所有一切能力、荣光拢归给上帝。但是，咱今日看到这个所在，当这门徒看到耶稣改变，还佫看到摩西、以利亚，伊拢无甲这个焦点独放在耶稣，所以呢，伊安尼信用被稀释，所以咱的信用，咱应该爱足顺的，师母有当时足欠的买了物件转来拢会佫掺水。蜂蜜掺水无要紧啦，蜂蜜伤甜但是呢，买啥物可尔必斯嘛佫掺水。阮的囡仔讲，妈妈见过拢甲阮偷懒安尼啉了拢安怎？无够甜，还是讲啉了讲无够顺安尼啦？还是讲买啥物物件拢会可乐嘛佫掺水安尼，啉起就无去啊。信用嘛共款，兄弟姊妹，定定偷懒信用就无顺啊。咱的信用爱安怎？爱顺，所以呢，今日咱这个信用，通过今日的经文，帮助咱兄弟姊妹，你的心中是毋是敢若有这个主呢？还是有真侪主？迄嘛是你的主，迄嘛你的主呢？华人仍然是你的主，第一群人嘛是你的主呢。你知影牧师讲的意思无？还是讲我今日有啥物文书才能？我靠迄是我家己的。你要了解，这拢是上帝予咱的所以今日通过这，予咱来了解讲，毋通甲别项物件代替了咱的主。但是今日比较敢若讲我无代替，但是伊是已经安尼，我拄仔讲敢若掺水偷人去啊。予咱的信仰会当有顺正，会当会顺正。所以今日讲耶稣伊要安尼来显现，除了要互门徒知影讲，伊就是真正正的弥赛亚。最后这段话语有讲到讲，主耶稣伊要通过来说明，为什么摩西要出现，为什么以利亚要出现，会当免出现啊？但是为什么要出现？今日有讲，或者在经文讲，因落山的时，耶稣命令因门徒讲人子对死人中间搁活进前呢，恁毋通甲人讲，毋通讲起拄则所看见的即个异象这是耶稣第5届伊咧传道过程，军队门徒当中，伊几下遍讲恁暂时莫讲，暂时莫讲，我就是将来迄位为什么遮哩互因看到异象，搁讲恁莫去讲着？为什么？为什么伊安尼讲呢？因为往往咱人拢是啥物？拄则讲真侪军队耶稣的人，包括甚至迄无军队耶稣的人，拢无信任耶稣就是基督嘛，对毋对？军队的人嘛，甲当作是老师，会当使我食、使我穿、使我欠一个美用，无啦就安尼认为军队这耶稣是安尼，所以呢耶稣伊的救恩还未真正完成进前，伊无爱互遮错误的群众迫害伊，影响到伊念伊无偌久要去完成的救恩。你会记讲伊700、5,000人，遐个人拢正人，拢要拥戴耶稣做王，对毋对？做啥物王？做讲咱以色列国已经亡国400年紧来，甲即个罗马政府紧推翻咱紧会当去复国。因的期待是安尼，因期待弥赛亚是安尼呢。我顶礼拜有讲，因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所以耶稣暂时讲救恩完成前，恁莫去讲。第二点是讲，看到这种阳光的异象往往有一寡门徒包括咱这现代基督徒嘛呢，有当时咱无形当中的属灵的骄傲会走出来，有无？你知影我讲的意思无？有当时一寡咱教会较无啦，有的教会呢，因一寡追求一寡属灵的这个经验的时阵，
哇，会讲啥物话啦，会当看见啥物啦，会当从啥物啦，遮个人会开始有无形当中啊，无一定是挑故意，但是有人像是敢若讲感觉是安尼，会骄傲起来。所以如果讲你三个人有看到这哦，落山以后有一个这绘图软体叫做啥物？叫做啥？绘声绘影。伊会讲啊咧哦，讲啊吼，不止喙甲全部，无嘛佫加添落去哦，讲啊咧吼，三个人变30个人嘛有可能对吧？咱人往往拢会安尼对吧？叫做国语叫做加油添醋咧。啊讲啊讲，哦，大家叫做碰风啊。所以耶稣知影咱人的灵性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吼，恁莫去讲，暂时莫讲，吼，讲了后啊，大家拢来啊，吼。所以重点我拄仔讲，为什么摩西、以利亚爱出现？吼，咱看第10章吼，门徒听到耶稣讲暂时莫讲，因就用一句话甲门徒、甲耶稣问讲：那安尼啊，是安怎讲？经啊告诉讲，以利亚一定着先来。哦，伊嘛敢若有读圣经哦，无因哪会安尼讲，因哪会知？哦，因哪讲即句话？即句话意思是，原因是啥物？哦，原来圣经旧约圣经的上尾一卷，玛拿基书上尾啊有安尼预言将来，即句话是安尼写。伊讲啊，恁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伫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伊的律例典章，看耶和华大力可畏之日未到进前呢，我要差遣即个以利亚先知甲恁遐去。这是圣经旧约圣经，当时无新约圣经，就是当时的所有的圣经的上尾啊，有讲到即个预言。所以呢，彼得嘛敢若有读过有听过款哦。所以耶稣安尼讲啊，既然是安尼，就旧约是安尼预言啊，为什么莫讲呢？所以呢，耶稣就甲因解说啊，来安怎解说？解说讲啊，耶稣就应讲啊，以利亚一定着来重新来经历一切。继续耶稣讲啊，以利亚已经来啊，以利亚已经来啊，毋过人毋捌伊啊，反转照伊的意思对待伊啊，亲像安尼啊，人子嘛要伫因的手下来受苦。耶稣讲伊的预言的代志已经应验啊，以利亚嘛已经来啊。耶稣所讲的这个以利亚已经来啊，就是13节遐讲的，就是指到这个施洗约翰嘛，就是以利亚这个有表啊，但是犹太人毋捌，不止毋捌这个咱的主耶稣就是基督，因嘛毋捌以利亚就是旧约圣经所有言的这个，或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旧约所有言的这个以利亚。确实安尼，因为施洗约翰嘛受害，耶稣讲啊，伊嘛必须会甲即个施洗约翰同款，伊最后嘛是会受害、受死，行向即个十字架道路。所以耶稣就甲遮个门徒安尼解说，甲因三人解说了后呢，最后门徒才明白。遮虽然写讲明白其实真侪代志，伊嘛拢无讲解明白，所以今日牧师安尼分享遮上帝话，我毋知影问你讲你有明白，大家可能也点头，嘛无一定大家拢真正明白，无点头嘛无一定代表无明白，希望大家拢会当明白，所以咱今日通过即个故事，咱来思想，主耶稣登山变相啊，伊即个目的到底是啥物？今日伊通过牧师伊秘密互因。来讲到今日这段经文，要咱听见，咱会当有啥物款的领受呢？咱会想想当初耶稣伊显现的目的，就是要显现，互遮门徒了解，伊是真真正正的上帝，显现伊的诚实，不只是外表安尼会改变，互咱看到咱的上帝主耶稣伊的本质。第二个，伊的显现，我拄仔讲，最后迄段经文讲，伊要应验啊。律法甲先知的精髓，律法甲先知就是圣经啊，旧约圣经。圣经伊所
讲的会实现，就是你主耶稣伊的心肠来实现，吼。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好，所以咱拄仔讲的，伊即个显现目的是安尼啊。有啥物款的见证人？你天顶有啥人？你地上有啥人？天顶有2个嘛，吼，啥物款人做来做代表？摩西嘛，甲以利亚，吼啊，地上有啥人做代表？彼得、雅各、约翰。啊，到咱21世纪的基督教。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是主耶稣门徒，咱会当来代表无？21世纪，咱来大家每个人来做代表，做为主耶稣，伊就是世界人的救主，世界人的愿望，咱会当来甲无熟悉伊的人，啊无明白伊的人，啊无来军队伊的人，挖过伊的人，来分享见证咱所相信的，咱所。寄望的咱的主，所以拄仔讲耶稣登山这个变相啊，就是伊传道的生涯要受难甲国外的一个征兆，征兆。也是我拄仔讲，咱的主耶稣伊显现伊的荣光，和伊所以爱特别3个门徒，你受难进前中间这个插曲接落来，我拄仔讲，后来咱的主耶稣就行向十字架去啊！未来的经文会去讲到所以今日我拄仔讲，耶稣带遮的门徒有安尼即个遮尔好的一个属灵的经验。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过往咱信主甲呾有曾经啥物款的属灵的经验嘛无？我毋知有啊，我大家拢无反应。即种强烈的经验无一定讲足强烈的啦，有当时是。敢若水拢无顶无动，你感觉有力量也无力量。我早捌离海上坐过船啊，足侪种船啊，军舰嘛坐过啦，货船啊坐过，啥物船啊，游轮无坐过啦海鹰哇足大足大，敢若足厉害海鹰足大，无一定是上大。人讲行船人上惊毋是海鹰，上惊是迄种国语叫蛹啦。就是影啦，迄种影无显现出来影。敢若有一摆我顶下有讲过，有人去唱水无起来，无照时间起来，人找无伊啊。过长工啊，你迄个所在找几步找无啊？过长工你找的时阵啊，本来你家人唱水，过长工你华人找着伊，伊敢遮够上水？伊无够上水，伊是互迄个影安尼水流啊安尼冲，过长工竟然你华人找着伊无死迄就是海流的厉害。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这是题外话我要讲的是啥物？我要讲的讲，咱往往有即个属灵的经验嘛，会感觉讲真好。我定定要参加迄种特会特会，还是讲参加啥物聚会，迄经验足赞的。但是耶稣带遮的门徒爬山有迄个显现以后，后来啥物代志？是落山呢？落山后来有人去甲耶稣讲：你的门徒哪遮尔啊含慢啦？我的囡仔有啥物代志？你祈祷也拢无效，我的囡仔也无好。耶稣就遮物害头呢？这伊后来才佫讲。所以今日我拄仔讲，即3个门徒有安尼经验以后后来因拢有写因的即个书信彼得有写彼得的情书甲后书对无？约翰有写约翰福音，嘛有写约翰1书、2书、3书，佫写启示录。特别有2节大家来看因即个经历以后，未来后来对你的影响因向人是安怎讲？你即个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18节。落长啦我就中间的时间已经超过，咱要搁主餐，搁要选举伊讲到啥物？有一句讲阮有亲目看见伊的尊容，这是彼得你后来伊所写的批信当中有安尼描写，甲遮人讲约翰嘛有安尼讲约翰安怎讲？你约翰1书第1章第1节到第20节讲，伊讲阮有安怎有看到伊安怎有对阮安怎？
显现。所以因遮个人啊，为什么毋惊死？除了讲有性情充满，迄是性情充满是后来代志。你性情充满进前，因两个人拢有安怎有经历着？啊，为什么雅各无？雅各因为较第一个受咱的门徒啦吼，伊无写批信。雅各书毋是拄则即个雅各吼，这是耶稣的小弟，所以伊无写着。但是彼得甲约翰，伫即届登山看见耶稣变相的即个代志当中，对后来传道的事工带来真大的影响。尤其伫因所写的批信当中，拢有安尼来讲着吼。所以最后，兄弟姊妹，望咱今日通过今日的领受，吼，咱同齐会当搁早深来明白咱的主，熟悉咱的主，伊是遮尔啊阳光的主，值得咱来甲伊较无，值得咱来甲伊追求，吼。不只是安尼，咱嘛望通过遮的经文，咱会当甲遮的门徒彼得、约翰同款，咱会当来做伊的见证。来传扬吼，咱主耶稣伊遮尔美好的救恩，互每个人会当来领受。吼，咱三个阿拉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通过当年你带领着彼得、雅各甲约翰上山去祈祷，你向因显明的阳光。阮恳求主，伫阮的生活当中，伫阮的工课当中，伫阮的敬拜当中，你会当来向阮两位兄弟姊妹，伫上拄好的时阵来向阮显明，互阮当来看见你的阳光，知影你是主，你是阮的主，阮一世人会当得到安尼的福气。拢是你所赏赐互阮，如今阮诚做你的儿女，也是你赏赐互阮的，互阮会当亲像彼得、约翰同款，你传道的即个生涯当中，会当来见证荣光你的名，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伫阮的生活当中，嘛会当不管是着时无着时，嘛会当向人来分享着阮心中所仰望的、所确信的主，会当互别人会当来明白你。阮来向你恳求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